人的户外实境节目，达时都会带大家向下行业开资源去探险。遇到任务做得自家完成，如果遇到比赛，就会老年向下合作了。达时都会天天也到成员慢耐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向下去接拳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今日要展开总决赛，对比CT4就有团体赛、老个人赛。经过的无数年，老八公也到任务，留下来6个积分超高的成员，为了接受其4人差0人夜谈，老七家操作排野挑战。结果何小文、吴明群、朱黑马顺势过关，接到出新的挑战者，去面怒展开变数3的任务。在按困难的体力考验当中，33年又过关嘞。老两个3个成员要体验农村的生活，好用学法买菜烹作。任务进行到第8时，有3个积分超高的成员拿到总决赛的资格。男我93年要参加排湖湖8赛，大家的二男女生老南部追任务，高场精彩都讲唔得。前年罗元珍、庄元泰、顾志明、朱恩佑拿到总决赛的资格，为了吴业群、朱黑发、何小文来比困难万人较强。总决赛的前3名会得到日本3日2夜的领场哦。不过打上的是顾志明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冇办法参加总决赛，因为佢要去做好到3日发动的事宜，唔对用的头，过不将张放弃的。呀哈，今年养了6个成员，为了迎接总决赛的困难挑战了。这是你今天的任务，请打开任务。恭喜你，经过各种挑战，你已经入围前6强，现在要进入最后的总决赛。当你看到这张卡片时，任务已经开始。今天的挑战就是自己想办法前往台湾最早建立的城市台南市。请交出手机和自己带的零用钱，信封内1200元是你今天的费用，包括餐饮、交通费和礼物钱。以下是此次挑战的内容，完成几项就得几分。至少使用3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抵达住宿地点。活动要和3种不同职业的人合照。哪一份礼物？今天3月29号傍晚5点之前，躺在住宿房间床上说：“我终于到了。”晚餐需吃到主食，饭、面、水饺。今天3月29号晚上11点之前熄灯睡觉。隔天3月30早上8点之前完成退房手续，请自行掌握时间，祝你好运。明天任务提示：历史是一面镜子。好，这任务也太可怕了吧！你想好了吗？搭计程车到我外公家，然后拜托外公载我，然后请他载我到台北车站，然后我再搭高铁到台南，就这样。这样子就3样交通工具了。没想到真的是要自己去台北。走吧。第一站我打算先到捷运站，然后搭捷运到高铁站，然后再想办法到这里。问你的工作是什么？那我可以跟你一起拍一张照吗？我要完成任务。谢谢。这游戏好可怕哦！我好想赶快看到我们恋情哦。请问这边有到板桥车站吗？板桥车站你要转车哦。车只有到西站。我知道，我会转车。那你坐到西门之后，再转蓝色线、板南线，坐到板桥站。现在是11点29分哈。
最小的这一班。所以这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好，谢谢。幸好没答错，不然我就惨了。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最重要安全。OK。这次应该能拿到还蛮前面的，加油！你现在走去哪里？公车站。那你计划是怎么样的到达台南？先去台北车站打火车吧。可以跟你拍一张照，谢谢。可以啊。来 ，OK。你打开信封看到这次挑战的时候有什么想法？有点紧张。买火车票那边有点紧张，因为平常没有去买过。希望能在10点之前赶到台北车站，因为还要买一个礼物，然后再找2个人拍照。OK， 好。谢谢。请选择到达站。快进站了，在1分钟吧。下车之后，先坐车，先买晚餐，然后再去坐计程车到。希望能在5点前拿到。你现在要把行李怎么样？变少。为什么？我要走到那边去很难。看我就知道我可以带很少的行李。可以。那你有想好你第一个交通工具要怎么做了吗？有啊，先骑牙车到我妈妈的朋友的槟榔摊那边，请那个阿姨帮我载我们去车站，然后再去车站那边继续想办法。阿妈来，外头空调老板，咱厝内注意好，多车。从别来讲来行李空调鸦片哦，无通哦。阿妈来走诶，拜拜。毛大爷，仙仙，救我好不好？你是仙哎。我问你，快点，你看。现在问题在哪里？问你我要怎么去到那个台南？你去台南的话，你先要到那个高雄客运站去问那个叔叔。他是我的主人，耶！到哪里？到高雄左营。高铁站啊？12点15。哎。我要坐客运到高铁站。我都还没拍完照，怎么拍照啊？我怕我拿错下床上。孩童算几？12，所以是12岁吗？孩童都算12岁。学了。等一下我要怎么去打车？基本上是看到那个车，这是5车，所以5车的话，它一台是2个人进去，但是5车建议你前面那个1到6车厢，对，那边进去会离越远比较近。请取票，请取票。不是这里啦，是北上。这也不是北上啊，这里。对，好。自己觉得
从这里搭计程车到罗东火车站会花你多少钱？你有想过吗？20元。我大概还要多久才到？现在不到，120不会掉。到了罗东火车站就开始买票，开始有一班机场是直达台南的。原本要买这个，然后后来因为他说7点才会到，然后任务是5点前要到，所以太晚了。然后我再问他说有没有别的方法，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到台北之后转车到台南。买完票之后，来这边有一个卖宜兰名产的地方，我就买了一个牛舌饼。朋友，路长在哪里？对，不知道就问，问要先有礼貌。那个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。船遊看起來無憂無結，而且廿8粒天數，再見仲花到炸條，再個炒火茶，幾腿呢？园林、奥吉山、湾林、海山、眼林 ，Next door， 园林。给你。你觉得你刚刚收到任务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有点吓到，然后又想说我要猜对了，因为我就一直在想，会不会有一集就拿给我们钱，要你在哪里存活一天？经过地下区，就像公车那样。冇想到暗度吼，大家都坐喺天涼茶，像阿媽就讀到位好少人呢。我好帅，遇到合照了。至少有个伴的，不然有点无聊。其實也不用複查，坐在好少人，還有坐啲其他茶子嘅組合法，然後狀元態。大家要坐到中涼茶，遠遠的就看到很少人，不過為了拖時間，沒唔敢去坐。遇到很老的人，終於看到，就是出面咯。太早了。大家總算平安來到台南，前6名呢，全部都順利來到係指定嘅離沙。完成了所有的任務，不過好少人因為冇坐到一項交通工具，少1分，有一步卻來去孤獨太冒險了。新的一年開始誒，也條成員啊，陸陸續續退房，我迎接新的任務，孤獨太冒險。退房。謝謝。
开了吗？当你看到这张任务卡时，表示你已经顺利完成昨天的任务，真是以你为荣。今日挑战古都大冒险，你将游览台南知名的地点。首先你要猜出以下的地点，然后决定先去哪个景点。每个景点都有一个任务，每个景点只要到达正门或找到地标就可以得分。若要再完成该地点的任务，就可以再加1分。要同盟，然后就要打败所有，一定要打败所有。路线只要永远看，也听得挺好哈。策略吗？有一个一个完成就好。我们去找那个，我们先去那个好不好？那个赤坎楼。赤坎楼在哪咩？找找看你。唔因跳到好多嘅兩三年，你決定去行跳下。而家嘅話都來到去拆襟了。請想辦法品嘗到台南美食蛙粿。台南水辦生意來當又當條又好食，不過啊，唔好搶固定我完成任務，好為了享受一個 moment，你係當重要嘅喲。安平古堡，因為安平古堡附近還有一個是那個，但是他要寫最19世紀英國商人成立那個，就是那個應該是德記啊。先去安平古堡，然後再走。好多計程車。哦，耶！我到安平古堡了。安平古堡，请想办法品尝到台南美食牛肉汤。可以幫我打勾。你有喝過牛肉湯嗎？那你覺得味道怎麼樣？不錯，你們要喝嗎？我明天去找人問好了。好，決定了。我沒有走，我們要去往前看到那個南門路那邊，左轉就到了。是，我們走錯了。我到孔廟了，耶！孔子又被稱為至聖先師，請你找出這3個含詩的這個音的詞。孔明是不是軍師？然後第2個詞就是孔子是至聖先師。然後第3個是我們大家被雨淋濕了。所以你現在要去做什麼？就找別人賣個這本書。那我用200給你買可以嗎？可以。那我找4個。沒關係，你不用找，沒關係，你就拿去吧。好，謝謝。好了，耶！80。对。那我一個。我覺得好好。你怎麼會突然想要坐計程車？因為計程車比較快。請問這裡是哪裡？我們這裡呢？赤坎樓。那它以前名字叫什麼？國民車城。到了！耶！我到普羅民車城了。去那裡啦！我們先去安平啊！我們現在要去安平，走吧。安平那邊啊？去哪裡？我去安平古堡哎。對啊，在那邊。對啊，剛才我從那邊搭計程車過來。哦，你還是搭計程車？開始，我跟那個抓緊話說好。請找到一位具有文學氣質、身上有帶書的路人。啊，我嘞？再給我看一下。等5分鐘。不到，馬上。放棄。
唉，路遠真係撞遠太，定係晏叫，都冇看到萬年嘅樹後有拿樹光，也下都該拿手機嘅啦，義務失敗。每个人的任务都一样吗？对啊，所以每个人到每个地点的任务都一样。对。对啊，这里啊都是一样。既然该建筑成为盐场的办公处，那就请你想办法找到汽油出张所，购买属于你生日的生日礼。一盒多少？150。我觉得我好危险。我们这条周星我还没碰到。哎，我们已经遇到那个专用了，超想你的。我也是，我怎么没看到你？1块钱不是在这里？那是接关。这里啦。就这里啊。真的来不及了，我们自己都已经走过来。对，我们已经走过来了。除非我们先骗他们去后面之后。也准备过来。不是这边，不是这边。好，确定哪一个？你要回答哪一个题目？哪一个问题？那个接关亭的。通通有。好。哪一个？哎，周计划，我要碰到你了。昨天晚上怎么没看到你？我也没看到你，我也没看到你。我们3个昨天晚上一直在等你，然后哎，右弟还没赶来哦。差1秒钟就知道任务卡拿出来。然后回去吃饭，吃到午餐。谁来午餐？你们下午要怎么样？下午去联盟，我们3个联盟，我跟他们对男女分裂，可能懂得誓言是打败冲的。大家都見足足的，我哋時間內遇到食住嘅素菜，好好來食泰餐，當3人都懂3萬完成嘅任務。總決賽對離開屋卡進行到見，一下打條命嘅係做案要，打爆面嘅係好少嘅。細妹食飽過後，結天啊，我3人強下嚟出任務，將來係萬年為啲孤獨太冒險，打條命呢。下禮拜等老公了。加油！加油！你講的冇唔錯，也是我愛做我下口嘞。